主席，司長就話嗰啲錢呢係會用喺災民身上。我唔知道司長你有冇真係認真嘅去聽一聽、睇一睇。譬如話綿陽紫荊民族中學用咗2年就拆咗，改建豪華商場。譬如話災情輕微嘅村鎮，報稱係重災，斂財超過億元。譬如話國家審計處審查汶川地震2011年嘅重建情況，發現有60個項目出現問題，多個項目違規超標建設，利用善款興建豪華辦公大樓。又或者汶川縣縣長張通榮被揭發收受2500萬嘅賄款，侵吞購買建材用嘅善款。法制晚報就報導，汶川重建過程中有至少421個黨員幹部因貪腐被處分。呢啲係鐵一般嘅客觀存在嘅事實。仲有香港人好尊重嘅一啲跑內地新聞嘅記者，包括呂秉權先生、林建成先生，資深嘅傳媒人潘小濤先生，公開呼籲，佢唔係話叫我哋唔捐，佢話你捐呢，唔該，你係捐俾一啲志願嘅機構，佢哋唔係政府嘅機構。司長，如果你聽到呢度都唔明嘅話，我簡單直接講一次俾你聽。香港人唔信四川政府，香港人唔信特區政府可以做到你口中剛才講嘅監察，做到我哋嘅捐款係落喺最需要受災群眾嘅手中。司長，亦都因為咁樣，公民黨今日係提出咗一個動議，我哋好希望，如果撥咗款，呢啲撥款係直接可以交到去災民手中，直接令佢哋受惠。點樣可以做呢？我哋非政府機構，佢哋係要交核數報告嘅。若果佢哋在地喺四川提供緊人道援助，我哋願意支援佢哋。司長，頭先你有一啲顧左右而言他，你話賑災基金同5年前透過撥款建立嘅嗰個機制係唔同，可能形式上係唔同，骨子裏咪一樣。有報道直情話賑災基金委員會幾年冇開過會啦。仲有15秒鐘。司長，賑災基金嘅成立呢，係為咗能夠即時提供援助。咁所以有陣時我哋呢個目的喺最短嘅時間呢，能夠批出呢啲申請嘅撥款。咁所以用傳閱嘅方式呢，係一個合理嘅做法。不過其實我擔任咗政務司司長之後呢，我哋係開過一次會呢，嚟到去重新檢視我哋整個賑災基金嘅運作模式。劉慧卿議員，主席，民主黨呢係對今次地震嘅受難者同埋佢家屬呢係致以深切嘅慰問。我再一次呢係促請內地當局盡快，因為佢係有資源、有能力，盡快去協助所有嘅災民。唔希望再次從媒體或者從其他人嗰度得知，呢度又冇人理嘅，嗰度又要啲細路舉晒啲牌喺度，係哀求政府去救佢。我相信司長都知道，內地嘅當局係絕對有超乎
超乎所有需要嘅能力係去做嘅。所以我希望特區政府呢，同埋我哋在座嘅人大政協委員返得到大陸嗰啲人，係督促佢哋盡快去拯救所有嘅災民。你哋都睇到好多傳媒繼續報導，有啲地方係有人去下，有啲係完全冇人知㗎，孤立無援啊！司長，我想請你馬上促請內地係去幫呢啲災民，唔好令到更多生靈塗炭。司長講到叫我哋信任內地政府，司長你有冇聽到呢幾日無論議員、黨派同埋喺民間嘅聲音啊？司長，點解你而家好似變咗咁嘅呢？我以為你會真係聽到市民講，頭先你都話以往有咩災情，啲人馬上去跳出去叫人捐款，而家你喺街頭見唔見到啊？司長，以前係好熱烈㗎。你知唔知點解會轉咗？係咪香港人變咗啊？司長，唔係，係香港人睇得更清楚，同埋內地人話俾我哋香港人聽，你千祈唔好捐錢俾啲貪官污吏啊！嗰啲記者亦都講，去內地採訪啲記者講，去到點啊？請佢哋大吃大喝，你哋唔好報導啊！快啲啦，飲多啲酒啦，好似湯顯明今日咁樣嚇，即係混帳。請20-30人攞20-30支酒去啊！司長，我上個禮拜發咗言啊，我請你今日下晝代表政府當局講，我哋點樣維護特區嘅清廉，就唔好俾阿王國興嗰啲人喺度講你香港好叻啊！你咪有許仕仁，我哋有許仕仁，但係有我哋嘅制度去處理許仕仁，處理湯顯明。司長，所以我哋唔想跟埋內地咁樣啊，未必你會出嚟咁樣去話內地。但係你係咪應該講公道說話呢？司長，唔好淨係叫香港人你信佢啦，點信啊？信咗好多年啦，香港捐咗好多錢啊，你。